第一章木偶人。南城嘅大雨突如而至，落咗大半夜，仿佛想要將呢一座小城市籠罩住嘅陰霾洗刷乾淨。本是插播一條最新消息，就喺頭先，環城小區發現咗一具無頭男屍，死狀慘烈，警方現已將現場進行封鎖。位於環城小區對面3樓嘅一間公寓入面，冇開到燈，只有一部老式嘅黑白電視機播放緊本城晚間新聞。縈繞嘅光線底下，一個身着住黑衣嘅嬌小身影正窩坐喺呢個梳化上面，精緻嘅臉顯得有啲蒼白而病態，保持住蜷縮保濕嘅姿態。都唔知道坐咗幾耐，直到小腿傳嚟咗微微麻痹嘅酸意，先換咗動作。姜安摸咗摸寬大嘅衣袖，抬起咗白嫩嘅手臂，拎起台上面嘅一支棍仔糖，動作好快，拆開咗包裝紙就放咗入嘴入面。眸光喺電視機上面移開，最終定格喺台上，嗰度放住出版冇幾耐嘅《木偶人》第1冊，直到甜味喺舌尖四散開，佢先至嘆咗一聲：唉，好日子要冇啦。食完一粒糖，姜安借住電視機嘅光線起身，或者係坐得太耐嘅緣故，嬌小嘅身體搖咗一搖，先至企定，將梳化上面嘅背囊簡單收拾咗下，又將正如未拆封嘅棍仔糖一嘢捉起，放咗入兜入面，咁先着住寬鬆嘅連帽衣出門口。夜色漸深，街邊行人三三兩兩，非常之稀少。兩旁嘅路燈將姜安嘅影拉得非常之修長。佢喐咗一喐頂衣帽，雖然係夏天，但係深夜依舊係涼沉如水，泛住絲絲嘅冷意。佢住嘅公寓就喺環城小區嘅對面，兩邊緊緊隔住一條街嘅距離。即使咁近，依然係花費咗姜安唔少嘅時間。佢伸離性子慢，行得亦慢。環城小區事發現場附近嘅路燈早就已經被兇手毀壞，話係搵人嚟整，但係物業遲遲都唔見有啲咩反應，就好似後面嗰道牆矮到隨便係個人都可以翻入嚟。唔知道有幾多戶主反映過，但係就一直冇人去加高一樣。呢個時候嘅姜安屹立喺嗰道矮牆之下，正諗緊要點樣反過去。嗰道牆淨係比佢高一個頭，但對於身材嬌小嘅佢嚟講，想要過去都係有啲困難。而呢一道牆後面就係案發現場。隱隱都可以聽到一啲吵鬧嘅聲音，以及警察喝止嘅聲音。姜安唔知喺邊度搬嚟咗一個廢紙箱，踩住紙箱就翻上咗呢一個牆頭。呢個位置啱啱好就可以睇到案發現場。警方已經拉起咗警戒線，周圍搭起咗燈架。現場有好幾名警察，仲有一個身穿住白色制服嘅法醫。圍觀群眾被驅散得差唔多，現場並冇多餘嘅人員。死者係一名男性，年齡初步判斷喺30到35歲之間。死者條頸有明顯嘅勒痕，身上面其他刀傷應該係死後所刺，缺失部位切口完整，屬於利器嘅切割。另外，死者嘅肝臟器官都已經唔喺度，
更加具體嘅，需要等屍體詳細解剖之後先知道。陳活一邊做住記錄，一邊匯報。佢只係粗略檢查咗一下屍體，即使係佢咁樣見慣咗血腥場面嘅人都忍唔住皺咗下眉。屍體嘅頭顱、手腳都俾利器割斷，器官全部被攞走咗，肚皮成個都掀開。唉，到底係有幾咁深仇大恨，先可以做到咁嘅地步呢？兇手甚至仲好冷靜咁樣清理並且佈置咗第二案發現場。冇錯，呢個並唔係第一案發現場。第一案發現場仲未發現，佢哋都係突然得到消息，話環城小區發現咗無頭屍。老大，陳姨，你哋話呢個兇手太殘忍啦啩？我喺南城做咗刑警都5年啦，都係第一次見到咁樣嘅殺人手法。陳默點一點頭，合埋咗本筆記。呢個確實有啲匪夷所思，但係當下之急應該係先揾到第一案發現場，否則屍體缺少咗咁多零件，係會影響鑑定結果嘅。講住講住，佢抬頭望向咗踎咗喺嗰度，一直巡視住案發現場嘅男人。副隊，你有咩睇法？姜安趴咗喺牆頭，白色嘅臉因為戴咗帽而遮住咗一大半，手心亦都俾薄汗浸濕咗。佢突然之間覺得口乾舌燥。呢個現場同新聞播放嘅相一樣。就連擺放嘅位置、屍體嘅切割方式，以及死者殘留嘅衣物顏色，甚至腳腕上面戴嘅鏈，無論邊度邊個細節，都同嗰一本木偶人一模一樣。有人複製咗書入面嘅殺人情節。姜安嘅額頭有冷汗溢出，就喺佢再次睇向案發現場嘅時候，就對上咗一對沉寂而冰冷嘅目光。嗰對眼眸暗沉如水，但又亮若星光，仿佛可以穿透人嘅心靈。姜安嚇到打咗個冷震，個身一歪就喺床頭跌咗落去。啪！硬物撞地嘅聲音，姜安吃痛，摸住自己負傷嘅 pat pat，痛到眼淚都就快出嚟。邊個喺嗰度？一瞬間，周圍幾個人都俾牆角嘅聲音吸引咗目光。姜安聞言趴喺地上面，唔單止身體痛，心入面更痛，真係冇面。姜安合埋眼，正發愁到底要唔要扮死，耳邊突然就響起咗一個淡漠而低啞嘅聲音：需唔需要幫手啊？姜安幾乎係下意識咁樣即刻就答：唔使啦。姜安行動力慢，但佢個腦袋轉得非常之快，所以佢喺講完之後即刻抬頭。佢已經開咗口，扮死係行唔通噶啦。啪嗒！姜安隱隱覺得左手嘅手腕俾啲乜嘢禁錮住，好快佢俾人拉咗起身。準確啲嚟講，應該係掹咗起身。手機跌咗喺地上面，背面朝上，啱啱好照亮咗佢哋呢一小片嘅區域。隨住光線，姜安見到咗聲音嘅主人。嗰個係一個男人，一個好高嘅男人。姜安需要昂高個頭先可以勉強見到佢嘅下巴。你係邊個啊？姜安想往後退，拉開一啲嘅距離，但佢一喐，左手就被牽扯。佢低頭望咗眼，發現自己嘅手腕係明晃晃嘅銀色質感金屬物件。姜安嘴角抽咗一抽，聲音難得有一絲怨氣。
警察先生，我唔係罪犯啊！姜安天生嘅聲音甜糯，再生氣說話都係一副軟軟嘅腔調，加上頭先摔痛，聲音隱隱都帶住一啲哭腔，聽起嚟都係有一啲嬌嗔委屈嘅味道。男人眉朝眉挑，眸光入面多咗啲沉味，但係把聲依然沉冷而低啞，清清冷冷，出奇咁樣好聽。係咩？老大，呢個女人三更半夜喺案發現場鬼鬼祟祟，仲着住一身黑，又戴頂帽，我覺得佢一定係可疑。有刑警行埋嚟叫道。姜安被鬼鬼祟祟四個字驚到。先生，我諗你誤會啦。姜安深吸一口氣，努力將個頭又抬起咗幾分，試圖為自己辯駁。我只係散步散到呢度，係唔係誤會？你到公安局再解釋啦。嗰位刑警絲毫唔畀姜安講嘢嘅機會。姜安覺得同呢個人講，簡直係雞同鴨講。佢決定同嗰個高個子嘅男人傾一傾。警察叔叔，你聽我講，我真係帶走。男人暗沉嘅聲一響，就如同佢講出嚟嘅說話一樣簡單而清晰。姜安並冇講到啲乜嘢。